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Winnie 溫哥華嘅地產經紀。今日咧同大家介紹一個咧位於高桂林嘅大型獨立屋項目 Sharpwood Hills。Sharpwood Hills 咧一共咧就有39間嘅獨立屋，價錢由203萬起，而且咧仲有個限時優惠可以減5萬蚊嘅。咁呢個價錢咧就已經包括咗5% 嘅 GST 啦，同埋咧喺 basement 嘅合法出租單位㗎啦。Sharpwood 嘅發展商咧就係 Foxridge Homes， 咁 Foxridge 咧就係一個擁有超過70年嘅建築經驗嘅發展商，咁佢哋喺高桂林啊、Langley 同埋 Surrey 咧都打造過好優質嘅住宅項目嘅。Sharpwood 嘅其中一個特別之處咧就係佢嘅地理位置啦，佢咧就係位於高桂林嘅 Hockaday 社區，咁呢個地段咧就係位於 Westwood Plateau 嘅山腳，附近咧都係平路嚟嘅，無論係搭巴士或者係揸車出入咧都好方便。咁落雪嘅時候咧，大家亦都唔使擔心話上山落山。咁喺呢度嘅話咧，行路10分鐘咧就可以有巴士啦，直達 Lafarge 嘅天車站、Coquitlam Centre 同埋恒基廣場嘅。揸車去 Coquitlam Centre 咧都係10分鐘嘅車程。喺呢度附近咧，亦都有風景好靚嘅 Lafarge 公園嘅。咁嗰度咧就有好多嘅室外運動設施，包括有籃球場、足球場、沙灘排球場同埋跑步徑嘅。咁圍住 Lafarge 咧，亦都有一條好靚嘅散步徑啦，係好多人去散步嘅熱門地點嚟嘅。咁喺 Lafarge 對面咧就係 Pine Tree 嘅 Secondary 中學、Pine Tree 社區中心同埋 Douglas College。總括嚟講，喺呢度住嘅話咧，喺10幾分鐘嘅車程範圍內咧，就已經有學校、公園、社區中心、購物同埋餐飲食肆㗎啦。我而家咧就身處喺 Sharpwood 嘅地盤呢度啦。咁呢塊地嘅前身咧就係屬於紅色嘅呢一座大宅嘅。咁大宅嘅屋主咧就將部分地分割咗出嚟啦，就賣咗俾發展商，咁就造就咗 Sharpwood 嘅呢一個項目啦。咁 Hockaday 呢一區咧，其實大概就喺90年代咧開始發展嘅。咁呢一區嘅大部分獨立屋嘅樓齡咧，大概就係30年。咁好似 Sharpwood 嘅呢啲咁大規模嘅新嘅獨立屋項目咧，喺呢一區咧係比較罕見嘅。Sharpwood 第一輪會推出6間獨立屋，有5種唔同嘅戶型選擇，面積介乎3000至到3300尺。Lot 39係 Emerald 戶型，售價就係212萬5。呢個價錢咧已經包括咗5% 嘅 GST， 同埋 basement 嘅2房合法出租單位，仲有個限時優惠咧可以減5萬蚊嘅。收樓嘅時間咧就係2026年嘅11月11日。Emerald 嘅面積咧大概就係3293尺，咁佢嘅車庫咧就位於主層，方便出入。樓上咧就有3間睡房、2個浴室同埋洗衣房，另外咧仲有個 flex area。basement 咧就有2房嘅出租單位，同時咧仲可以保留一個 flex area 自用。Lot 37係 Ruby 戶型，售價咧就係217萬5900。呢個價錢咧亦都係包括咗5% 嘅 GST， 同埋 basement 嘅2房合法出租單位，仲有個5萬蚊嘅優惠。收樓嘅時間咧就係2026年嘅12月9日。Ruby 嘅面積咧大概就係3204尺，車房咧同樣係位於主層，但係 Ruby 嘅戶型咧主層就冇 flex room， 樓上咧就有4間睡房、2個浴室同埋洗衣房。basement 相對嚟講比較大，有1012尺，改裝咗做2房嘅出租單位。Lot 32係 Amethyst 嘅戶型，售價咧就係203萬2900。呢個價錢咧亦都係包括咗5% 嘅 GST， 同埋 basement 嘅1房合法出租單位，亦都可以減5萬蚊嘅。收樓嘅時間咧就係27年嘅2月24日。Amethyst 嘅面積咧就有3027尺，係一個比較靈活變通嘅設計。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主層嘅 flex room 咧可以升級做睡房，而睡房隔籬嘅 powder room 咧亦都可以改造有浴缸嘅浴室，可以作為一間客房或者係俾長輩做睡房嘅。主層嘅 pantry 咧亦都可以升級改建做中式廚房。樓上有3間睡房、2個洗手間同埋洗衣房。地下室咧就可以改裝做一個1房嘅出租單位。Lot 31同埋 Lot 12兩個都係 Diamond 嘅戶型。Lot 31嘅價錢咧就係211萬5900，收樓嘅時間咧就係27年嘅3月10日。Lot 12嘅價錢咧就係211萬5600，收樓嘅時間咧就係26年嘅11月25日。兩個單位嘅價錢咧都包括咗5% 嘅 GST， 同埋 basement 嘅1房合法出租單位，仲有個5萬蚊嘅優惠。Diamond 戶型嘅面積咧大概就係3044尺，成個間隔都好方正實用。咁主層嘅 pantry 咧可以改做中式廚房，廚房隔籬咧仲有個 flex room， 可以作為書房或者遊戲室等等。樓上有3間睡房、2個洗手間同埋洗衣房。車房咧就係位於 basement 嘅，同時 basement 咧亦都有一個1房嘅出租單位。Lot 30係 Sapphire 嘅戶型，售價咧就係213萬2900。
咁呢個價錢咧亦都係包括咗5% 嘅 GST 同埋 Basement 嘅2房出租單位，額外咧亦都有個5萬蚊嘅優惠嘅。收樓嘅時間咧就係27年嘅2月17日。咁 Sapphire 嘅面積咧就有3100平方尺。咁呢個戶型嘅最大特色咧就係客廳有雙高樓底嘅設計，車房就係位於主層嘅，方便出入。樓上有3間睡房、2個洗手間同埋洗衣房。Basement 咧就改裝成一個2房嘅出租單位。Sharpwood 嘅所有單位咧都配備咗 heat pump 嘅冷暖氣系統、高效能即熱式嘅 on demand 熱水系統、Level 2嘅電動車充電插頭，同埋咧亦都提供多個嘅升級選項俾買家選擇嘅。買家亦都可以自由選擇顏色同埋裝修材料，由地板嘅顏色、廚房嘅台面同埋櫥櫃，到樓梯上嘅細節，甚至係屋外嘅顏色咧，都可以根據個人喜好去配搭嘅。Sharpwood 嘅資料咧為大家介紹完啦。如果你對 Sharpwood 有興趣，或者想了解多啲關於 Sharpwood 呢個項目咧，歡迎隨時揾我。今次咧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